其实自然呢，女生呢没有工作，起码要有家庭。他大学的时候真的超级不爱洗澡，可是他体力超好的，一个晚上是可以来7次。真正厉害！阿摆吼，你若大汉哦，就紧嫁嫁，唔通像恁万祖啊啦，应当熟悉。以后你甲阿弟吼，要是卖过来哦呀。8月20开始，礼拜日暗时8点，小鹿养生记就伫公司台语台。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8月12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赖清德带团去巴拉圭的过境美国，伊讲总统希望代表团一抓出去，会当强化两国的合作。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记录到乌鱼妈妈带囡仔的影像，专家表示，除了保育以外，嘛爱防范人甲熊的冲突。金甘蔗的影展今年是转型做台语的影展，佮甲台南的全美戏园来合作，对今仔日开始要放送1个月的电影。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暗头带头去巴拉圭，伊会过境美国。这抓敢会甲美国的官员来互动呢？大家拢真要意。也那 AIT 美国在台协会是已经伫网络答文欢迎伊过境。赖清德是表示讲，总统是希望讲代表团这抓去呢，会当来强化台湾甲巴拉圭的感情，嘛当促进两国的关系。对镜头热手，副总统赖清德以蔡英文总统特使身份启程到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就职的典礼。另外，伫出访进前也发表谈话。蔡英文总统特别期许代表团能够完成2大目标：第一，深化台巴两国邦谊；第二，拓展台巴两国合作，以促进两国繁荣发展。赖副总统出团启程，当地时间刚刚过境美国纽约，团出席纽约侨胞宴会，并且甲青年座谈。13暗时离开美国，加工再去到巴拉圭。期间个别会晤现任总统阿布多甲新任总统贝尼亚，也以5元宴请巴拉圭国会议长。15出席贝尼亚就职典礼，16早时离开巴拉圭。迄天下晡到美国旧金山过境，17饭点离开美国，返来台湾，专程是7天6眠。我也将透过这一次的出访，跟世界各国的领袖展开自信的交流，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搁再强调，赖清德过境符合台湾副总统过境的惯例，美国甲台湾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一中政策不变。罗森伯格是经由推特转发赖清德行程的文章，表示期待欢迎赖副总统过境美国。赖清德出行是坐民航机，国防部证实并无背叛飞行的任务。空军执行所谓伴飞的任务，它都有相关的一个战备规定。就我目前的理解是，这趟任务是没有伴飞的部分。另外，解放军10日开始连续3天伫东海进行军事演习，对这阵台海周边动态顺利控制住。国军继续执行侦避侦避任务。利用联合情报侦查来掌握所有台海动态，准台海侦避状况拢正常。今
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甲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因两个人今仔日是拢伫台南参加活动。两个人是前后去到台南的大天后宫来拼场。因那郭台铭今仔日是去到台北市的北投区甲李明座谈。面对这个蓝营内部整合的问题，侯友宜是讲，讲话爱算话哦，这煞互外界又讲是咧口说郭台铭。去民进党大票村台南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头一站伫庙口开讲，其当年南火武官劫持案做例，讲家己若是无守信用，迄个时阵可能就无性命。互外界解读是咧口说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当作是朱立伦、关键讲爱外界卖想伤济，两个人嘛联合出席募款餐会。柯文哲的形象我也不知道了啊！我想什么我家己知啊，我坚定我步伐向前行。勇往直前，怕死未悔。民进党主席郭文哲讲，总统一定选到底，侯友宜也表明无退。正拄好是拜六两个人拢伫台南走行程，过前后到台南大天后宫相闪过王不见王。政党和解了社会和谐了两岸和平，安得一切平安顺利。甲前一天坚定的立场，拜六的活动，郭文哲面对提问拢无回答。我懂说你不做由他来做，你觉得呢？多谢。互人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暗指伊毋捌国土规划，郭文哲无积极回应。算是选到底了后，两人的关系，郭台铭的这段谈话，互人解读是向郭文哲的开战。柯市长8年没有做的，这不是他的专业，这是我的专业。柯市长不在就不来，柯市长不做我来做好不好？哦。甲台北市北投区里长座谈，郭台铭讲，郭文哲做市长的时阵无解难题，互伊来做，爱大家支持伊，并有关民调。佮讲家己是实在的经济工作者，向上适合带台湾拍经济战，爱选民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让7党是搁再来对外开放台中青泉宫的基地，今仔日举办嘉年华活动，总共有5万人来参加。国军是派出主力的战机甲雷虎小组等等出来空中测演，现场也有展示国军的武器甲设备，互民众一解看了够开。5架 IDF 建国号战机起飞，掀开活动序幕。台中青泉宫基地过7年搁再开放，也是受疫情影响，停办3年的空军野区对外来开放，意义重大。在你的嘉年华活动吸引5万人入场，欣赏战机的操演。每年伫国庆大典场场的雷虎小组，即摆表演17个操演的科目，包含代表性的倒飞、实地回转、6机兵练斗，最后是一箭穿心，向下炸弹来开花、放彩烟，典型空军特别的浪漫。我觉得我们今天小组的成员都按照我们的程序步骤要领操作，我觉得我对这次的表演很满意，然后分数的话就留给国人给打成绩。空军真重视野区开放活动，派出3大主力战机共同操演，尤其 IDF 建国号就是自首台中青泉宫基地有主场优势，更加是袂使漏开。由有演发生导火状况，互人有点担心，身为空军唯一的 IDF 特机飞行员，教官饲委约，带来就职西转弯，直直来弄升，更厉害下降果然都动作，互现场观众是拍破喝彩。身为主场飞官，然后也是我的第一场，对，所以压力是一定有的。不过在整个上飞机之后，其实那个肾上腺素上来，确实感觉很雀跃，希望可以赶快表现，跟民众互动。幻象2000 F16V 接入台电线优异的性能，一直变化动作。永英高教机也上演精彩场场，代表接棒团成。真侪囡仔看到这战机了后，也产生要做飞官的梦想。他说他以后也要开飞机，是不是？活动现场顶是国军现役的武器装备，包含勇虎战车、魂爆架车、天宫飞弹这3款的武器，也有真少公开出现的还有这3型飞弹，拢互民众真军的再好好观赏，为全民国防做良好宣传。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虽然讲已经转好，也毋过呢，即马两岸的旅游团是犹未解禁。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会优先来开放带海外的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也毋过业者是讲，其实这帮助无介偌大，而且学者嘛表示讲，最近来台湾的外国旅客，因的消费能力无中国人遐强，所以显示讲，咱的国际行销也阁爱加油。
尽管疫情解封以来，台湾旅行业者正期待中国的观光会当赶紧开放。行政院长陈建仁宣布，要优先予无住伫中国的中国观光客来台湾观光。对这代志，业者分析，照过去的经验，住外国的中国人当年来台人数差不多8万至10万，占整体市场的0.8%。虽然市场无大，不过嘛算是向中国释出善意。我们是希望说，至少我们台湾的方面能够先开放组团到大陆去，那再来就是大陆旅客能够就是组团到台湾来。台湾开放为第3地来台的中国人，不过中国官方进前宣布，中国团客会当去日本、韩国等78个国家也是地区旅游，不过无包含台湾。引起外界质疑，咱国今年600万国际观光客目标，恐惊无法度达标。或者是讲，最近来台湾的旅客大部分是东南亚的观光客，消费能力无法度甲中国观光客相比拼。中国来观光在流失，都爱加强国际营销。日韩的市场是有努力的空间，那港澳的来台状况也是不错的，所以我想可以再就这一些市场去加强做行销，那么对于冲高我们今年的观光客人数也是会有帮助。刘委会是讲，中国虽然同意咱方观光客组团前往中国佚佗，不过却无同步开放中国旅客组团来台湾，期待中国官方会当早一日正面回应。咱方主张双向互惠原则，促成甲中国的观光交流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伊的后生杭特，敢若是伫海外有非法的交易，所以司法部是特别派这个检察官也来准备扩大调查。分析家是讲，若准讲是变做刑事案件，恐惊会影响拜登2024年的总统大选。美国司法部长第11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联邦检察官韦斯出任特别检察官，对着美国总统拜登后生杭特涉嫌在海外从事非法商业交易的案件来进行扩大的调查。Mr. Weiss has told Congress that he has been granted ultimate authority over this matter, includ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ciding where, when, and whether to file charges, and for making decisions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any prosecution consistent with federal law, the 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 and departmental policies. 韦斯接受前总统川普任命，2018年出任德拉瓦州联邦检察官。在拜登就任了后，韦斯是少数留任的检察官。杭特涉嫌在2009年到2017年期间，在乌克兰甲其他国家从事非法的商业交易，另外也开设逃走税、非法持有枪支甲使用禁药这案件。韦斯原本甲杭特达成认罪协议，却是遭到联邦法官的拒绝。杭特也伫逃走税这个案件转提出无罪诉求。法会人士质疑韦斯的特别检察官任命的时机，会让这个调查过程欠缺公正性。This is the individual who is poised to give a sweetheart plea agreement to the president's son. How can he be impartial and investigate this impart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special prosecutor? 共和党一直甲拜登认定伊担任副总统期间为杭特来护航，讲要提出弹劾。离宣布要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因为被驳推翻2029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甲其他案件被特检来起诉。现任总统拜登也因为后生牵涉伫调查案件内底，互2024年总统选情是难以预料。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伫挪威有一位女性的登山专家哈里拉，伊是伫92天内连续84粒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山。虽然讲伊有创下纪录，也毋过煞互人批评讲，伊伫这爬山的过程当中，对受伤的当地导游是放外挂，互人最后不幸过往。针对别人的指控，哈里拉是讲伊有尽力来抢救。短短92天，就成功攻顶14座8000公尺高的37岁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找5架叫做拉麦向导18人，第二步接受表扬甲祝福。哈里拉伫7月27攻顶全球第1关，伫巴基斯坦的喀土超过2峰，刷新女性登山家的世界纪录。伊伫社群媒体欢喜分享家己甲团队的成果，毋过有大量老会说是批评伊为攻顶，无过受伤倒地18人下山。英国卫报报道，迄一天也伫攻顶现场的2名奥地利登山客，翕哈里拉团队直接下过明显倒地18人继续行的画面。这影片顶悬看不出哈里拉团队有成为救
救援的动作。面对排山倒海批评，哈里拉伫七十伫社群媒体向哈山的相片，佮发长文还原现场的情形。We got a message around 2:30 that the fixing team had problem. They were just above this place where Hassan had fallen, and we decided let's split up. And Gabriel, another Sherpa from 8K, and Hassan's friend, they stayed there to try to help him. And Gabriel gave him his oxygen, he gave him warm water. He tried for 2.5 hours, while me and Lama continued to check if the fixing team were okay. Well, at first, it's just like very, very tragical that this happened. And we feel so sorry for him and his kids and his wife and his family. 关山环境险恶，若发生意外，救援甲搬运拢相对困难。探视哈山亲人的登山客史丹德尔表示，哈山做18人的资历抑阁真浅，因为生活沉重，才接任务。史丹德尔伫木组平台为哈山发起募款，希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卡诺风台带来雨量，和南投受灾是真严重哦。南丰村有一间和土石引起的加油站，伫今仔日总算是乌清气。另外，根据南投县教育处的统计，总共有26间校舍受灾，目前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希望讲开学进程会当修复。因为卡努风台影响，规个和土石砍去的南丰村加油站总算重见天日。大兴工具机这几天拍拼开挖，总算甲大部分的土石清除。这个规个砍去的加油站，即马是拢现出来，啊，毋过所有的设备拢照是土。唔系哦，阿哪个？拢大条较济啊。安尼吼，唔就足辛苦的吼。啊，就无法度咩，灾害咩。大雨和南投人爱受损严重，南丰村第14线市周围的民众陆续伫清除工园，啊，毋过土石实在伤济，估计要清除淡煞要到2-3礼拜。但是校方面，南投县教育处嘛对校园受损的状况进行调查，目前有26间学校受损，其中仁爱乡的罗山国小等7间学校，毋是山坪规个冲蚀，都是教学设备严重毁损。7个学校大概有8个项目是需要做复建工程的，大概我们概估一下是5480万元左右。那我们已经函报到行政院。利用这2天中部天气有较稳定，水气嘛减少，南投灾区加速修复，啊，不过后礼拜开始又搁要落雨。下礼拜2过后，西南风跟水汽都是有增加的，所以在西半部地区整体的雨势都会变得比较明显。那东半部，因为也是在背风侧的关系，所以东半部整体来说也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降雨相对西半部来说是会比较少的。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主要也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后礼拜2至后礼拜5各地水气也是会增加，主要落雨也是集中伫中南部，但是新形成的第8号风台杜拉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的民户家就伫苏澳海事收水池的边啊，现场这基本是讲学校为着收水池，长期以来拢来抽地下水，所以互涂骹崩塌，影响到徛家的安全。针对社区的指控，这学校是讲绝对无安尼做，所以立委甲官员今仔日是去到当地，甲居民来参详解决的方法。为徛个连接铁管啊到路对面，就应知影徛度正大，而且路表面边边的沟啊较矮，根本无排水功能。这是宜兰苏澳镇民户街部分挖苏澳海事的路段，当年发生地站下陷的问题，所以地区拢被冲空气地面表面出现裂缝。哦，这里个地，这地方厉害。游泳池哈，做那个建好以后哈，大概用了4年多。就塌掉了，对，那它导致它影响到我们。地站下陷的情形，为2017年苏澳海事游泳池落去了，就开始发生。这1年来无法度完全改善，就算2011年苏澳海事伫当地进行压力灌浆，路游园继续立。居民质疑当年是苏澳海事为游泳池挑抽地下水，才会地站下陷。我觉得监测这一块我们可以持续做，让大家安心，说我们是不是持续有个剧烈的沉降或者倾斜的状况，让大家有定期跟大家报告说我们监测的结果。
学校附近跳抽地下水，表示当年游泳池落落去了就无抽水，过去抽的也是溢出地面的水源。教育部讲过去爱被灌井有因地地质沉降的效果。房子跟道路就是在脱离当中，所以我是希望讲咱今仔爱找的一个方法吼，就是爱不是只有检测而已。这个技师工会去依据它的一个测量结果，去把它找出造成呈现的具体原因。立法委员陈婉慧最近邀请中央单位甲地方居民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最理事讲，第三下旱真正原因是抽水也是土质问题，爱先较真才能解决。第三下旱困扰居民真侪年，公家单位若无赶紧解决，恐惊危及当地居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差不多有100万的新住民，因的囝儿逝世，即马当咧读册都有30多万。也毋过现主时，台湾社会对新住民因的文化是无介了解的，所以有真侪社会团体就来成立新时代甲东协青年发展协会，希望讲透过各种活动，会当提悬新住民后代的自我认同甲文化连结。干部节原来有发讲面包，煮配料甲越南的无共。为干部节来的新住民欢喜连讲，伊拄来台湾前几年真避暑。一直生小孩，然后一直在家里都不敢踏出那个门。但我为了陪伴小孩，我要勇敢踏出家门，去陪伴他们，然后去做很多的社会，像我有去做志工啊。做志工去小学教干部节语，直播拍卖简国的文物食品，潘喜玲用行动打破界线。妈妈是位越南来的李如宝，自细汉读台商学校，大学转来台湾，伊伫代代匆匆合庭，听到新住民的妈妈讲，囡仔无理解我，所以伊感觉真意外，决定成立新创公司，培养新时代少年人才。我们想要寻根，让新二代愿意开畅心胸的去拥抱自己的自身的母国文化。未来你还可以去包含东协各个国家、越南、印尼等等国家去工作。开发东南亚美食活动游戏 App， 呼吁各家真济社会团体创设新时代甲青年发展协会，所来会有10个新时代学生进行职业磨练。1对1的夜师，我们1对1的这样进行的半年度的，大概有每次3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谈。我们还提供了更多的是企业的参访实习的机会，做更深度的了解。因为目前东协来台湾的留学生有8万人左右，越南留学生就有3万人。协会是讲目前以语言交换、文化交流为主，不过无表示协助因回国了后，会当找到适合的工作，会当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园区的乌熊来做长期的监测，因其中有记录到8组乌熊妈妈带囡仔的影像，代表乌熊这个族群生团的情形是愈来愈好。专家是表示讲，除了保育以外，嘛要防范人甲熊的冲突。一只乌熊妈妈出现伫镜头前，后壁对另外3只细只台湾乌熊，对甲真活，搁世界上看起来是真古锥。这种画面，互保育人员看到有影真欢喜，因为这是台湾乌熊头一摆记录到有大只熊母带3只细只熊的记录。这几年也针对东西部的黑熊，做了6只的捕捉跟释放的工作，有3只的小熊跟着母熊。这是有别以往台湾黑熊只有带1只或2只的小熊。有关处表示，为1998年开始，对玉山国家公园园区的乌熊生态甲族群进行长期的资料收集甲分析。到今已经有7个所在摄像机记录到无共的8组熊母带细只熊佚佗，显示园区内底乌熊族群生态情形良好。也是全台湾唯一有明确数据证明台湾乌熊族群长伫扩张区域。民科大教授黄美秀也表示，虽然显示保育渐渐有伫成功，不过嘛要防范族群伤济，引起人甲熊的冲突。玉山国家公园周围的地区，包含卓溪乡啦、海端啦、跟纳马夏这些地区，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个样子，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3万公顷，因此不是只有保护区里面要保护，还要保护区外面的社区民众愿意一起来配合。黄美秀表示，这种结果表示玉山国家公园的环境甲森林完整，而且人为的干扰少。不过因为是属有区域性的现象，除了要对人民加强教育，垃圾的管理甲执法嘛要做好，才会当兼顾保育甲保护。
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第16届金甘蔗影展，今年是转型做台语的影展，佮甲台南的全美戏园来合作。对今仔日开始要放送1个月的台语电影，在地商圈也会做伙来办活动，希望发展台语的文化经济。台语歌谣老师郑志林专感落人来到台南全美戏院，为金甘蔗影展的开幕做演出。郑老师就讲，金甘蔗影展推广台语文化，值得大家来支持。我感觉因这个用心吼，是值得大家来鼓励参与，我感觉真好。咱其实嘛有少年人吼拍咧讲台湾、讲台语故事的片，所以这片观众加起来吼有20-30片。已经第16档举办的金甘蔗影展，今年开始转型做台语影展。也以1923年台湾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年代做背景，重新来思考台语复兴的重要性。1923年，包括咱即马所有流行歌曲，迄时开始蓬勃发展，就用台湾人开始用台湾去做一个接触这个现代文化。但是100年后，咱台湾变成一个华语的世界嘛吼，我决定要转型做台语影展吼，啊真正贴近这个土地，啊甲台语语言的文化，佮像台语台共款，咱的一点一滴甲捡回来。为期1个月金甘蔗影展，伫台南的全美戏院举办，附近的店家嘛会做伙来办活动，希望透过台语文化的推广，也带动在地商圈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小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在全球老化的浪潮中，台湾的特色是老得特别快。做伙看看你有会记得你的，足水的呢。世界转来转去，四个少年人要甲台湾变出孤人游乐园。是真正的希望讲看到本接触的老人拢会使欢喜。就算无趁钱，依然坚持，为着梦想继续拼落去。就算讲阮也是无趁钱，啊，毋过阮嘛是行落去啊。老化袂当恢复，不过咱会当选择快乐变老。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逐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厝的古董项目，还是上来买。我心内一直对你放袂落，咱重新开始好无？查甫囡仔若免这查某囡仔，你一定爱强佮强佮无天良。你的人生哦，你要有一个足大的劫数。你最近应该感受到，你的性命存无偌久。这是我协议，我们就是来继续。礼拜日暗时8点，老高部的古董老菜单，落地公司台语台。哎，挂号，有你的包裹哦。啊，你一个人搬会发无？啊，来，这签名者。阿爸伫梦